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空军青泉攻击地发生考试训练的意外。一个防空飞弹指挥部省考上兵，今日下晡是伫咧基地内底靶场冲向走火，对一个兵仔的下海弹倒转去，探过规个面，送医抢救，犹原死亡。这空军的司令部是当咧查清楚原因。台中青泉攻击地传出意外，彩北下晡有一个士兵伫下班训练的过程中着枪，经过送病院抢救嘛是过亡。现在确定已经死亡了。好，那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那也会这个调出监视的这个录影带来确认一下他这个肇事的原因，这样。国防部长顾立雄正是这个省考的上兵，所属的单位是空军防空和飞弹指挥部302营。彩北下晡2点外，迄当阵正在做步枪实弹射击的过程，但是唔知影什么原因，枪击激发，造成伊下海着枪，枪支对伊的面捅过，第一时间防送去东综合病院来抢救，但是到院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伤势过重过亡啊。除了做紧急的伤损的抢救以外，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起的这个事件。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命伤损的事件，对于我们所有国军官兵来说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那么有关于事件的详细噪音，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检警的调查去做深入的厘清。空军司令部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随联络家属，嘛随派高阶干部来处理，嘛会成立专案小组配合检调单位来调查厘清原因。目前会全力帮助家属来处理后事。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23，有入伍的新兵是坐台中市委外游览车要去营区，不过在车顶放的影片却是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过程。立委是认为讲，这是已经卡到两岸政治敏感的议题。台中市政府是回应讲，这影片是司机放的，不是市府规定的。不过，这个行为是已经严重违反契约，会甲业者追究责任。新兵1号到连一合场一合，点名了后进行写资料等流程。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派专车送新兵到营区。不过，顶个月23有新兵坐台中市府委外游览车前往嘉义的中溪营区，车顶影片刷放中国公安穿制服，讲出为共产主义奋斗一世人的敏感对话。有阿兵哥感觉无妥当，翕相片传到社群。无适当，嘿，就是有一点。就是轻重的问题啊！民众也感觉无妥当，怀疑有亲中的立场。车顶施动时，其实有带队的区公所的人员煞无主动影片放送。画面中这句台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就职词，对中国12代了后就用到大。现在的说明是说司机自省，但是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警觉性跟习惯性的问题。未来跟民间在订定契约的时候，对于这种行为人的行为注意的态样。我们可以在契约之外的精神，或者契约里面的适合的文字来做一些说明。台中市府出面驳回讲，影片是游览车司机放唔对去，前30分钟无承保道歉措施规范已经违约，佮爆出牵连到量化政治敏感议题的影片，会追究到底。该车轮播影片未符合规范，涉及两岸政治敏感议题，更不容许。业者显有严重疏失。民政局将召开会议检讨惩处。民政局表示，司机讲当工时随机放电影，唔是调工的，不过后续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若车顶的护送人员无去主动，已经送到考执过议处。记者综合报道。未出事的台湾xuất事龙，最近是有人去甲规包槟榔藏起哩这细转的转台，佮翕影器传去哩网络。这店家就表示是已经有全面消毒，而且嘛用法律来追究伊的责任。这查甫人甲规包槟榔放伫素食店的花转台顶，佮拿笑拿翕影片传到社群媒体，引起大阵的民众闹话干骂。台湾xuất事龙特别发出声明，讲这个人客的行为引发餐饮卫生的记录，严重影响到因的名誉，已经委托律师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责任。我们业主这边其实是对于食品安全的卫生是非常重视的，目前公司这边是打算会对他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偿。
台湾苏锡龙强调讲，所有店接到消息了后，已经完成全面清洁消毒，也加强人员巡视来确保用餐环境安全甲卫生。台北市卫生局呼吁讲，食品安全卫生要全面做回依法，消费者应该自律，避免污染食品容器，影响食品卫生。那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要求业者要符合卫生规范。消费者如有不恰当行为可能影响饮食卫生时，应予以规劝。餐饮业者要求从业人员、作业场所、设施设备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均应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之规定。如果说他本身有一些疾病的话，他手就是他身体都接触到那个槟榔，然后放在我们的回转寿司盘子，然后他可能会间接的污染到其他食物。今年6月，也有女大学生甲家己4支卡的宠物放伫苏锡龙的皮拉顶面翕相，随后已经向业者回失礼。不过，台湾苏锡龙表示，已经提起民事诉讼，目的是咧强调食品安全甲用餐环境规范配合的重要性。那日本苏锡龙去年也发生过高中生钱导游干那的事件，诉当时业者也向高中生提告，并且求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代替甲欧洲版 R200新型柴油引擎发电的火车母，是今年6月才启用。不过，今日早起就伫咧花莲动力过样，卡伫咧吉安乡中华路滨高道附近半点外钟，造成这交通是大塞车。代替就随甲这列车拖到点早。接落来看高雄是有一只对凤山要驶去佛道纪念馆的柑仔色7B 路线公车，今日早起是发车无半点钟就向故障无电，方向灯甲冷气拢袂行。这司机得到车顶乘客同意了后，就甲车门车窗开通风继续驶。不过交通大队提醒讲，安尼是已经违法啦。上尾来看瑞典皇家科学院，今日是宣布诺贝尔物理学奖，由这美国甲加拿大2个学者得奖。这得奖的学者是霍普菲尔德，伊是霍普菲尔德神经网络的发明人。那是另外一位受 AI 豆腐名号的辛顿，伊是利用人工神经网络促成 AI 发展。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消息。这国际天灾哪来人严重？风台海轮才打离开美国南部，这阵墨西哥湾又搁出现一粒热带风暴米尔顿，这是一天内就变强，变作是5级的风台，预计明仔载就对美国的佛州西华来登陆。这坦帕湾可能是会出现4公尺的大景，这阵在佛州是已经准备要疏散大规模的民众。七六下晡，阁是热带风暴米尔顿，伫24点钟内，增强做最高等级的5级飓风，接落来会对墨西哥北部、尤加敦半岛附近的海域转向东北，直接弄入去美国佛州的西部。虽然讲吹到登陆的时阵强度会减弱，但是同款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暴风、大水河和风暴潮。佛州的西海岸真侪群拢入来到紧急状态，而且进行大规模的疏散，和公路是有够塌。Just offshore the Florida Peninsula, 1 p.m. Wednesday, with max winds of 145 miles per hour. If you're in this red area, you need to be in action mode. You need to be taking action to protect your house, to protect your family. Somewhere in this purple area, we are predicting 10 to 15 feet of storm surge. I'm 6 feet tall. That's more than 2 of me high. 当地居民搁在拼顶一个飓风海伦造成的严重灾情，即马搁无用得底沙包避战米尔顿。We got hit with the last storm. We got flooded. So it's all about prepping this time. 在福州南部圣彼得的全品康纳球场，其实行军的民众是菜甲满，比作紧急救援和工作人员暂时待伫遮的大本营。坦帕湾动物园嘛，甲动物徙去安全的所在，互因平安度过飓风的考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的飓风达人，就是互叫做是知晓者的 P3侦测机，特别是飞去米尔顿飓风的内部，收集数据来帮助了解海上的风暴。救灾要抢时间，但是川普的电影却大量在散布谣言，想要伫国内面倒立。我白讲救灾经费互提给安置非法的移民，联邦官员故作援助共和党的灾民，有阴谋论讲联邦官员是利用天气的技术，甲风暴是引起共和党执政的躯壳等等，别讲是严重背清，而且讲这种讲白才是真危险的。另外，川普家己伫福州嘛有真侪产业，伊创立的社群平台真相社群，福州的保公司办公室就伫飓风危险的路径顶悬。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墨西哥南部格瑞罗州首都的市长阿斯科
是就任无一礼拜就去撞到暗杀死亡，而且在凶手佮甲伊的头放一个车顶电视，实在是真恐怖。这个地区是墨西哥暴力犯罪上界严重的所在，乌道真苍手。去年当地就有1890个人因为这帮派相当的过身，时阵竟然是连这市长都无命。墨西哥格瑞罗州的首府期盼辛格市，初一替不幸红台市已经过身的市长阿克斯来举行丧礼。现场是一大堆亲友和市民来，送这个才43岁，就一无到一礼拜的市长上尾一场。墨西哥第2暗时，一大堆监视人员到发现阿克斯遗体地点开始验尸，现场嘛有封锁线。当地媒体报道，阿克斯是互人斩首，互发现的时阵身躯和头伫无共所在，头壳互放伫车顶点尸。社群媒体嘛流传真侪影像，但是拢无得到墨西哥官方的证实。墨西哥总统才拄宣誓就职完一礼拜的薛恩保姆初一强调讲，阿克斯红台市是真不幸，伊会较紧来召开安全会议，针对这案来调查。Hoy en la mañana se presentó el caso, se están haciendo las investigaciones necesarias para saber pues cuál fue el motivo y cuál fue el móvil y por supuesto pues hacer las detenciones correspondientes. 格瑞罗州的州长强调讲，阿克斯红台是互人真生气，阿克斯所属的政党佮呼吁讲爱查明真相。其实，就伫阿克斯红台市的前几天，期盼辛格市的官员塔皮亚马红台市。墨西哥今年6月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的期间，拢总有34个候选人红台市。宣保姆6月初3当选了后几点钟，一个查某市长独行连续开19枪无命，会当看出暴力犯罪是真苍手。伫南部的格瑞罗州，阁是英国上暴力的地区，嘛是帮派毒枭抢地盘的重点。今仔2023年，当地有1890个人红台市。墨西哥自从2000年动用军队开始扫毒战了后，全国已经有超过45万人因为暴力犯罪红台市，阁有一大堆民众失踪。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阿尔巴尼亚左派右派相斗，首都将受军乐清的示威的民众要求这总理都要落台辞职，甚至有这示威者是甲警方牵汽油弹，有10几个警察受伤。伫蒂拉奈政府大楼执政的社会党总部、内政部甲市政大厅，初一去互反政府示威者包围，当局出动几多百个员警维持秩序。政府大楼门前的示威民众为了冲破封锁线，向警方弹汽油弹，警方是用催泪瓦斯来赶人。同款的冲突场面嘛出现伫其他3个示威地点，过程中有真侪员警去互汽油弹击到受伤。Si sperano che par curma par. La maita da diavolo. Pensionist, student, prinder, iemi de geta viedo. 阿尔巴尼亚右派民主党指控社会党总理拉马贪污操控选举介入司法，要求伊必须辞职落台。伫明年国会大选举行前，由技术官僚组成的过渡政府执政。民主党2013年开始，都常常用街头暴力的形式进行反政府的示威。一礼拜前，为了声援因为诬告内政部长互人判刑1年半徒刑的副主席萨利安吉，民主党议员甲国会座椅搬去门外小抗议。民主党领导人贝里莎顶个月11日，是因为执政期间的贪污案互人正式起诉。贝里莎讲这是政治对杀，美国甲欧盟拢呼吁反对阵营恢复甲执政党沟通，表示暴力冲突对阿尔巴尼亚的加冕谈判无帮助。欧盟伫2020年甲阿尔巴尼亚展开入盟的谈判，这个月双方会就法治、民主机制运作，也甲反贪腐标准的一致性进行讨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国际金卖价消息已经起3成，这非洲上界大的黄金生产国加纳非法挖金卖人哪来哪济？不过这寡非法的矿场设备真疗效，防护嘛无够，真危险。树林内底有大大小小的坑，工人碰只骹，空手伫涂沙水内底咧做事。头顶的塑胶袋啊，甲身躯顶的米袋啊，就是因的防护装备。伫西非国家加纳，像这款的非法黄金采矿场愈来愈多，尤其今年以来金价起价真惊人，吸引更较侪人来冒险。But the time entering inside, I get some about 60,000. So I go in and I took boys and
we start doing the Galamsey. 这类采矿场所得到的原始金矿，刷来送到真老的炼金厂，用上原始的方法加热、加氧气来炼金，最后金仔有一个型就成功啊！加纳矿业监控机构的数据显示，加纳黄金总产量有4成来自小型的矿场。今年前7个月，小型的矿场黄金产量已经超过去年的总产量，达到120万盎司，其中开发经营者占7-8成。And a lot of them are on the international border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So they're in places that are inaccessible. It's easy. There's less government there. There's less government oversight. There's less patrols. 业界人士表示，非法矿场地点较远，政府是管理袂到，真侪犯罪集团会把持用走私甲洗钱方式，甲黄金卖到国外。虽讲非法采金矿是真侪加纳的人讨赚的出路，嘛是加纳地下经济的一部分。不过过程当中产生的盐、汞、硝酸的污染，唔但危害工人的健康，也对水源甲土地带来威胁。顶个月就有民众走上街头来抗议。Galamsey has to stop. All our water bodies are polluted. For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sit and be looking at all these politicians doing us like this? No, we can't. They say water is life. When water is life and our water bodies has been polluted, how can we live long? 加纳11月初7就要举行大选，抗议的民众向政府施压，希望停止非法采矿，要候选人提议讲，把非法金矿正常化，由政府接手管理，安怎彻底解决非法采矿的问题，已经正做是加纳选民关心的重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厄瓜多加拉巴哥军队的黄皮岛顶是1970年代就强被登井，这部专家拍拼30多年控制外来种，这款车黄皮岛顶是已经开始生产。保护人员掠岛上的黄岛顶，让因的心肠甲体重，对黄岛顶会当重回加拉巴哥群岛现场的人数拢感觉真欢喜。Se han contabilizado cerca de 300 individuos, en su mayoría machos. Con estos números se estima una población entre 600 y 700 individuos, que es mucho mayor a lo que en el año 70 o 80 se estimaban. 保育专家伫8月26至9月初3，伫伊莎贝拉岛南部进行监测，找到288只黄豆丁，发现其中171只是公的，估计敢伫这个岛上都有600至700只黄豆丁。黄豆丁是加拉巴哥群岛特有的3种陆生豆丁之一，因甲鹩鸪同款，龙甲鸟仔是共生的好朋友，鸟仔会替因甲身躯的镜生糖夺起来。黄豆丁介意高一个，其中公的黄豆丁地血性真强，拄着入侵地盘一定会拍甲昏生死。不过1970年至1980年代，因为山羊甲野狗这个物种引入，黄豆丁差不多经要灭去。Luego de las erradicaciones y de con los controles que se han hecho de especies introducidas, esta población se ha ido mejorando y recuperando. 后来经过控制野生山羊的数量，黄豆丁生产地减少草食性对手的破坏了后，数量就对保育计划稳定地增加。因为黄豆丁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会当活到70岁。保育人员嘛希望因伫加拉巴哥群岛持续展现坚强的生命力。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英国泰晤士河这几年整治甲袂歹，污染减少，英国保育人士就甲空军合作对这空中翕相。目前这海拔是已经有3600只，数量真稳定。海拔拍伫个沙坡顶头拍日头，英国泰晤士河口是重要的车地，因也伫这个水域探星。目前泰晤士河口差不多要甲3000只普海拔，甲600只港海拔，为了要国家精准掌握海拔的数量，而且替环保工作尽一份心力。英国皇家空军甲环保人士用无干扰因的方式，自直升机顶头用红外线列影像仪伫空中翕相片，来了解这款海拔甲自然生态活动的详细情形。Some of those sandbanks couldn't be accessible by the helicopters, so for some of those, especially in the London Array, we sent colleagues out by boat, and those areas were monitored by boat, again using photography to collect the data. 保育专家讲，用这种方式普查海拔的数量，一个人了解泰晤士河的生态系统加海拔健康状况。因为普海拔加港海拔是顶级的掠食者，因主要是掠鱼加其他生物来食，这也帮助海洋维持生物的平衡。专家讲，海拔的数量稳定，表示泰晤士河的整治效果袂歹，污染减少真多。
让海拔有够的空间甲食物伫咧遮顺利成长。Something has impacted harbor seal populations between 2018 and 2021. So numbers went from about 1,000 harbor seals to about 600 to 700. We don't know what's caused this decline, but since numbers have stayed fairly consistent since 2021, we're hoping that the decline doesn't continue. But that's why our continued monitoring is really important. 根据观察，海拔的生存环境其实有真侪威胁，亲像是疾病、海洋粪扫、和无爱地的希望甜掉的，或者是河船浪掉。另外，海拔伫咧饲囝的时阵，真容易受到人类的干扰，亲像是大家有咧看，或者是耍轻艇即款水上活动。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带大家来看法国的一对翁仔某伫咧八片工作室家己种菜，因是用太阳能发电伫咧浴缸啊种蚵仔糕，过简单的生活。Bienvenue dans l'appartement du futur. On appelle ça la biosphère urbaine. 法国工程师查特尔佩隆和室内设计师博尔茨为着实现联合国伫2050年和全球碳排降到0的目标，这对翁仔某伫家己差不多8平大的工作室内面，以低科技的设备来做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亲像伫咧灶骹内面，平常时毋是用瓦斯炉，都是电子炉，但是因家炉的底部直接是连外口的太阳能板，就省差不多7倍到10倍的能源用量，而且太阳能促进隔热的效果真好。这表示讲，因热天无需要开冷气，冬天嘛无需要开烧气。伫厝的一边拢种水种的菜色，这嘛是因逐工食物的来源。另外，正淡的下茎仔是适合秀丁菇的生长，因就伫下茎仔的边仔种真侪秀丁菇，逐礼拜阁会当采收差不多1.5公斤。另外，洗身躯嘛干那用莲花头在洗。一般的法国人一工平均水的用量是149公升，因的目标是逐工干那使用30公升的水。最近这对翁仔某当得背后会当食的大狗，因讲食起来的感觉就敢那虾啊，而且伫工作室内面阁饲饲虾仔糖，因为因会当甲暖气的有机物转化做高品质的蛋白质。Des larves de mouches danois, elles sont incroyables. Donc c'est elles qui transforment le compost en engrais directement assimilables pour les plantes. Et ces larves, c'est des super protéines animales pour tout ce qui est poules, bétail, pisciculture. 查特尔佩隆和博尔茨的环保永续生活实验，对今年7月开始，按算伫11月初结束。这引起包括营养师在内的研究人员的注意，而且找超过1000个家庭，做伙伫厝内试各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再会。